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Tanny 啊。每年到呢個時候咧，都特別多節日 party 要去嘅。等一陣間睇下有冇一啲咧又有新鮮感同驚喜嘅禮物咧。咦？呢支金骨忍冬香水味道好好喎，有啲自然嘅果實味，完全係我心意嘅味道。我諗落嚟送俾人咧，一定好貼心，自己用都會好開心嘅。因為佢咧係前調係金骨、白葡萄，跟住就有忍冬花同埋雪松添，真係又香甜又平實。而家就等我嚟教下大家點樣可以噴香水噴得更加持久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可以咧噴啲喺我哋嘅手腕位置啦，可以係喉嚨嘅底部啦，或者耳磚後邊啦，或者係手踭內側都得㗎。呢啲都係我哋身體嘅脈搏點，咁散熱就比較快，就會更加持久啦。有第二個 tips 教大家，因為而家天氣越嚟越乾燥啊，如果想咧香水能夠停留喺身體耐啲嘅話咧，我仲有可以教大家，就係呢個我哋咧可以搽一啲咧比較冇味嘅保濕霜啦，搽喺皮膚嘅上面咧。當我哋噴香水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停留喺保濕霜上面，就會更加持久嘅啦。有最後嘅 tips 教大家，一般人咧係咪好中意噴完香水之後咧就捽啦？其實呢個動作咧可免則免，因為咧佢都會阻礙咗香水嘅正常揮發嘅。喺呢個咁特別嘅日子裏邊咧，可以送自己一份禮物，就係呢支水貝拿金骨忍冬香水，加添咁多幸福感啦〜